好多基金公司咧都覺得咧雅迪控股咧係值20蚊，最少啊好多評級咧都係16蚊以上，講緊係最低啊都睇16蚊。咁啊，大家要多謝特朗普啦，又幫你打仗，增加咗佢未來嘅增長潛力，又增加咗佢股價下跌所帶嚟嘅值博率咧。如果佢係按增長股去衡量嘅話，我諗20倍 PE 不足為過啊，係咪？咁所以咧，你要佢升翻100%，我覺得冇難度啊。再加上佢每年都有咁穩定嘅經營現金流，接近60億。如果將呢60億咧唔使再投放、再投資，去到收成期嘅時候，可想而知，佢未來可能會有7至80億嘅盈利，市值得個370億。咁你話啦，佢值幾多倍 PE 啊？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並非投資建議。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投資一定嘅風險，盈虧請自行承擔。詳細免責聲明，請參閱資訊欄。TN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我哋會同大家介紹一隻咧，可能咧你翻大陸玩嘅時候咧，會經常見到嘅股票喎。呢隻股票咧就係雅迪控股啊，1585啊。咁可能大家咧會留意咗電動車市場啦，咁全部人咧精力都放咗喺電動車市場，但係其實咧電動嘅單車市場咧，其實咧都好龐大㗎。好簡單，如果你去到深圳或者一啲珠三角嘅城市咧，電動單車嘅數量咧可能仲多過汽車，一地都係啊。有好多小型嘅珠三角城市咧，根本上就一人一架。一個家庭可能有2-3架，無他㗎，因為電動單車真係好方便啊嘛！你只要開動你架電動單車，你想去邊就去邊，叉電叉個嘢就可以用1-2日，唔需要煩泊車，又唔需要煩入油，有陣時仲唔使等燈位添。而正正雅迪控股就係呢個電動單車嘅龍頭。由於電動單車受歡迎啦，上年有5800幾萬輛嘅銷售，而雅迪咧就佔咗其中嘅25.5%，即係1/4嘅江山。咁可以話咧，如果你喺大陸咧想買一架質量好少少、性價比超高嘅電動單車咧，你就會買雅迪嘅電動單車㗎啦。其實咧，以前喺街見到嘅耗油電單車咧，已經基本上喺內地咧銷聲匿跡咁滯㗎啦，已經全部變成呢啲純電嘅電動單車。而借住外賣嘅興起同埋一啲咧輕物流嘅興起咧，其實電動單車咧已經變成咧一個好大嘅龐大 market 啊！因為咧外賣行業咧基本上咧一人一架，有啲外賣嘅騎手咧直情自己整2架，叉電都唔叉。如果用晒電就翻屋企換個舊電或者換個架車。而家咧非正式統計咧，中國內地現存已經有4億架電動單車，係4億架電動單車啊！而呢啲電動單車咧，以前咧因為咧可能質量咧有兩不齊啊，咁啊規範亦都唔夠啊，所以咧好多咧都可能會喺2-3年或者3-4年咧就淘汰啊。咁隨住咧越嚟越多嘅規範提出咗啦，咁而家咧已經好多電動單車咧係需要合規合格，咁所以咧有好多技術壁壘、技術比較優先、性價比又高、自製有好多廠房嘅雅迪控股咧，就食整呢條水，收到呢個監管嘅紅利啊！上年咧雅迪控股咧個營收係370億，咁啊增長咗31.1億啊，盈利咧有29.1億，增加咗128.8%，每股盈利咧更加係增加咗127%。咁啊，由於咧佢走呢個大眾化路線咧，其實毛利率咧就唔高嘅，就19.1%。咁但係咧隨住咧佢嘅競爭對手啊9號啊不斷咁咧推出一啲咧智能化嘅電動單車咧，所以咧佢未來咧需要同佢競爭呢個市場咧，我相信咧佢會推出一啲更加高端嘅電動單車去符合呢個年輕人嘅需求。所以咧越嚟越多高毛利嘅電動單車推出市場，而佢又買到嘅話咧，我諗喺毛利率上面咧係會提升嘅。如果佢推出呢啲更加智能嘅電動單車咧，喺佢嘅供應鏈上咧，因為佢可以實現全供應鏈生產咧，佢會戰勝咗9號咧，去搶翻好多咧9號而家嘅市佔率嘅。唔好俾佢咧得29.1億嘅盈利呃咗。其實咧佢上年啊經營現金流咧係可以去到接近60億啊，有59.9億。簡單嚟講，即係其實佢賣車咧係好高利潤，或者唔係高利潤啦，而係佢帶嚟嘅現金流係好賺錢，賺成60億咁多。咁你睇到咧，其實佢本帳簿咧點解會盈利咁少咧？又好似咧冇乜點樣賺到好多大錢咧，係因為咧其實近呢2年咧，雅迪咧係心耕細作發展內地嘅市場啦，同埋精細咁樣去發展海外嘅市場。佢而家喺海外咧有10個發展及生產基地啊，近呢2年咧都投入咗60幾億嘅資本咧去開廠開科研。未來咧我相信咧喺短期內，以中國基建狂魔嘅一個特質咧，我諗咧好快呢啲廠房咧就會有收成㗎啦。可能未來咧佢嘅利潤會大大提升之餘咧，佢嘅毛利都因為咧佢嘅科研咧會提升到嘅。同埋咧一般咧賣到嘅海外嘅產品咧個利潤都會更加高嘅。咁啊喺營業額嘅憧憬同埋喺利潤嘅憧憬底下咧，相信咧未來咧增值可期啊！咁我成日講話海外市場點解咁緊要咧？因為咧其實海外嘅市場咧佢未完全開發到嘅，佢近年咧個收入咧只有大概10% 度咧係嚟自海外嘅啫。頭先都講過啦，佢為咗增加本土生產、減低成本嘅優勢咧，佢喺世界各地咧起咗好多嘅生產基地、科研基地，佈局全世界。喺好多咧多人口嘅東南亞地區咧，其實電動單車咧係非常適合嘅。尤其是咧最近咧打仗咧有幾次咧石油爆發期咧，其實咧令到咧嗰啲咧揸緊耗油電單車嘅人咧，基本上已經死心啊，好想擁有一架電動單車。
再加上咧東南亞地區咧同埋一啲嘅熱帶地區咧，同中國內地唔同啊。中國內地咧可能咧去到秋冬時節咧，佢哋咧個天氣凍咧，電動單車咧可能真係開唔到。但係咧東南亞地區咧一年四季都開到啊。咁如果佢真係打開咗東南亞嘅市場嘅話咧，佢咁高性價比咧，越嚟越多人買，咁佢一定係會增長啦。加上咧電動單車始終都係咧年輕人佔多嘅，咁所以咧比較年輕嘅東南亞地區咧，亦都會有更加多嘅增長。再加上咧頭先都講啦，可能咧係中國嘅電動單車淨係開半年，但係東南亞咧係開全年嘅，加速咗咧電動單車嘅損耗啊，好快又會換一架新嘅，可能咧開到原本咧可以開5、6年嘅，可能開咧3、4年就要換一架新嘅，所以咧佢嘅佈局係非常之合理同埋正常嘅。咁頭先咧我都睇過一啲嘅報道啦，咁佢其實咧喺墨西哥咧呢啲大人口地區咧都已經有佈局㗎啦，所以咧我覺得咧呢間公司嘅管理層咧佢係好識投資喺世界各地咧發展中嘅地區。咁而家咧平均一架電動單車咧都係2000至4000蚊，一啲發展中嘅地區咧其實咧都可以攞得出嚟去買，就唔係話咧好似要買架車幾萬蚊。咁所以咧電動單車咧係比電動車咧更加容易打入呢啲市場。咁頭先都講啦，近呢幾年咧其實你雅迪控股咧個銷售咧同埋盈利咧都有增長嘅，佢嘅市場咧係一路咁擴散咗。咁所以咧近年咧雅迪控股咧喺早2、3年嘅時候咧股價係有一波嘅爆升，由低位3個幾啊係升到20零蚊，咁就喺20零蚊咧，又而家回落到咧10零蚊呢個水平。咁股價點解會接近腰斬咧？咁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之前可能真係炒得太高啦，同埋咧好似咧競爭對手咧好出位咁啊。9號呢間公司咧一路咧增長得勁過佢啊，咁好似咧食緊佢一啲嘅市場份額。咁但係咧隨住咧佢會發展啲高端嘅智能電動單車咧，我相信咧呢個缺口咧係會修補翻。再加上咧佢近期嘅業績咧係不如以往咁理想嘅個增長。點解咧？因為佢真係投資咗好多錢起廠搞研發中心，負債咧都有少少令人擔憂嘅，因為咧都接近60%㗎啦。但係咧我覺得咧佢係做緊正確嘅事，同埋咧佢冇乜真係可以威脅到佢市場霸主嘅地位啊！佢所有嘢咧已經心耕細作咗好多年喺市場上咧。如果你會要買電動單車嘅話咧，好多人都會介紹你買雅迪啦，唔好煩啊，買間最大最好嘅。好多基金公司咧都覺得咧雅迪控股咧係值20蚊，最少啊好多評級咧都係16蚊以上，講緊係最低嘅都睇16蚊。咁啊，大家要多謝特朗普啦，又幫你打仗，增加咗佢未來嘅增長潛力，又增加咗佢股價下跌所帶嚟嘅值博率咧。如果佢係按增長股去衡量嘅話，我諗20倍 PE 不足為過啊，係咪？咁所以咧，你要佢升翻100%，我覺得冇難度啊。再加上佢每年都有咁穩定嘅經營現金流，接近60億。如果將呢60億咧唔使再投放、再投資，去到收成期嘅時候，可想而知，佢未來可能會有7至80億嘅盈利，市值得個370億。咁你話啦，佢值幾多倍 PE 啊？盈利有機會增長，市場估值亦值得憧憬。咁我哋期待佢喺海外或者中國市場再進一步增加市佔率、增加毛利率。大家對雅迪控股又有咩睇法呢？歡迎大家留言同大家討論下。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記住 like、share 同 subscribe。